我一路都想寫一個關於派嘅故事，向揾出點樣去計算圓周率嘅數學家致敬。個故事係咁樣開始嘅。少年派佢特別鍾意圓，佢知道一個圓嘅圓周大小係同直徑或者半徑有直接嘅關係，係正比例嘅關係，即係直徑越大，圓周就越大。佢亦都知道圓周嘅長度大約係直徑嘅3倍多啲，亦即係所謂嘅周3徑1。而呢個恆常3倍多啲嘅圓周同直徑比率就係圓周率啦。圓周率派係一個常數，派大約等於3.141，或者係22/7。佢亦都有試過用工具量度唔同大細圓形嘅圓周、直徑同埋半徑嘅長度。最後得出嘅結論係圓周同直徑嘅比率係3.14。但係佢好想知道以前嘅數學家係點樣揾呢個圓周率出嚟，所以佢決定去揾傳說中嘅派博士。派博士你好。請入嚟。你揾啲我有啲咩事啊？博士，我啲嘢要向你請教。我做嗰啲資料搜集，圓周率派嘅歷史已經有4000年。喺公元前2000幾年前，古代巴比倫、埃及、中國嘅科學家都先後揾出圓周率大約係3。其實最早係邊個揾出嚟㗎？其實最早有系統咁揾出圓周率嘅人係亞基米德。佢喺《圓的度量》嗰本書度提出，圓周率大約係22/7。咁至於中國呢，又點樣揾出圓周率㗎？中國歷史上面有一個好有名嘅數學家劉輝，佢係魏晉朝代嘅人，即係大約公元3世紀時候嘅人啦。劉輝自細就喜愛數學，細個嗰陣時就已經研習數學嘅典籍。大個之後，佢繼續努力研究，結果終於俾佢發現圓周同直徑之間嘅正確關係。9章算術提到周3徑1。一個圓嘅直徑係1，圓周就係3。不過，劉輝諗起一個正六邊形可以分成為6個等邊三角形，呢啲等邊三角形嘅每條邊都係等於圓嘅半徑。咁正六邊形每2條邊就係等於圓嘅直徑啦。而正六邊形嘅周界就係3，所以3就係正六邊形嘅周界，唔係圓嘅周界。如果用周3徑1去計算圓嘅周界，咁就錯啦。劉輝嘅計算同埋推論都非常合乎邏輯，但係周3徑1呢個估率要改成點至啱呢？劉輝佢揾咗個朋友幫手，實際去量度一下啲圓形嘅物件嘅。請你將條繩拉去嗰頭，放落地。拉直，係啦，拉直條繩。而家地下就有一條直線，跟住我哋就要喺條直線上邊加上長度單位嘅刻度。
就以呢條木條嘅長度為一個單位，你幫手畫刻度啦。呢個圓蓋嘅直徑有一條木條咁長，我哋就用地面呢條線去揾出圓蓋嘅圓周有幾長啦。首先喺圓蓋邊點一點做記號，將呢點對住條線嘅起點，沿住條線轉動個蓋，轉一個圈，睇下個蓋行咗幾遠，咁就知道圓蓋嘅圓周有幾長啦。個蓋嘅圓周係等於3多啲，大約係3.1。我再量度下個車轆嘅周界有幾長，佢嘅直徑有2條木條咁長，車轆嘅圓周係等於6多啲，大約係6.2。直徑係1嘅時候，圓周就係3.1，圓周係直徑嘅3.1倍。直徑係2嘅時候，圓周就係6.2，圓周又係直徑嘅3.1倍。直徑係3嘅時候，圓周就係9.3，圓周都係直徑嘅3.1倍。圓周同直徑比較係一個固定嘅倍數，大約係等於3.1，咁就唔係周3徑1嘅3啦。劉輝佢真係心思細密，連咁細微嘅誤差都俾佢發現到。但係如果唔理會呢啲細微嘅誤差，咁做出嚟嘅工具或者係物件又會合唔埋喎。於是劉輝就繼續研究，並且提出割圓術。割圓術係先畫出一個圓，再做圓內接正6邊形，依次序再做正12邊形、正24邊形、正48邊形、正96邊形。呢啲正多邊形嘅周長逐漸逼近圓周長，因此逼近圓周率。最後劉輝終於計算出圓周同直徑比較嘅時候嗰個固定嘅倍數，即係圓周率，大約係喺3.141至到3.142之間。由於劉輝計算出嚟嘅圓周率準確到小數後3個位，所以後人就稱之為輝率。呢一個結果喺當時嚟講係屬於最先進嘅，絕對可以媲美古希臘數學家阿基米德。哇，好犀利喎！準確到小數後3個位。未算最犀利，大約200年之後，喺南北朝，中國古代另一位數學家祖沖之更加將圓周率計算到小數後7個位啊！吓，7個位？一般人認為祖沖之運用咗劉輝嘅割圓術，以及佢無比嘅耐性同埋堅持。當時並冇算盤呢啲計算嘅工具，佢計算到圓內接24,576邊形，所以揾到圓周率係介乎3.1415926同埋3.1415927之間。由於祖沖之計算到圓周率嘅值準確至小數後7個位，後人就叫3.1415926為祖率。呢個準確至小數後7個位嘅圓周率值嘅紀錄，大約喺1000年後先至俾人打破。後來數學家發現圓周率
原來係一個無盡嘅小數，同時用符號派嚟到表示圓周率。而隨住計算工具嘅進步，圓周率已經可以計算到過億個小數位啦。總括嚟講，圓周同直徑比較係一個固定嘅倍數，呢個固定嘅倍數叫做圓周率，用符號派嚟表示。派係一個無盡嘅小數，為咗方便計算，通常將派當成3.14，又或者將派當成22/7。原來中國以前嘅數學家咁犀利，咁樣去揾圓周率出嚟。就嚟2點啦，係時候食啲嘢慶祝下啦。慶祝啲乜嘢啊？博士啊，我哋究竟要慶祝啲乜嘢啊？今日係幾多號啊3月14日。今日係愛因斯坦嘅生日，亦都係圓周率日 Pi Day。呢個日子呢，係由圓周率常用嘅近似值3.14而嚟嘅。點解要喺呢個時候慶祝嘅？啲人呢，通常喺下午嘅1時59分或者係15時9分慶祝嘅。呢個時間呢，係由圓周率嘅6位近似值3.14159而嚟嘅。全球各地一啲大學數學系嘅人都揀呢一日呢個時間嚟到慶祝㗎。咁又係邊個提出慶祝呢日㗎？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首先倡議將3月14日寓意3.14定為國家圓周率日 National Pi Day。而喺2009年，美國眾議院亦都正式通過將每年嘅3月14日定為圓周率日 Pi Day。呢日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慶祝方式，一般咧就係食啲圓形嘅食物啊，或者係聚埋一齊思考一下圓周率喺日常生活裏邊嘅角色同埋應用啊咁啊。嚟啦，快啲趁熱試下我整嘅蛋糕啦！好啊。俾心機啊！你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出色嘅數學家㗎。好，我會努力㗎啦。好，拜拜。拜拜。自此之後，少年派真係好俾心機去研究，佢嘅成就甚至高過派博士。